真是铁啊！我花了1000斤买了块废铁，1000斤，1000斤。你花1000斤买了什么？废铁。什么铁？废铁。你花1000斤买了什么？废铁。什么铁？废铁。你花多少钱买的？1000斤。花1000斤买了什么？小姐，你是不是胃口不好啊？不想吃这些东西。我也不想吃。小姐，那你想吃什么？我这就去买。我想吃披萨。披萨是什么？我想吃蛋挞、薯条、烤鸡翅，一边追剧一边点奶茶外卖，珍珠奶茶3分糖外加芋泥波波。我买了一个冰激凌，20块钱，我藏了1个夏天都没舍得吃呢，就跑到这个鬼地方来了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光有这些银票有什么用啊？我在这儿的日子过得一点都不得劲。小姐，要不我先给您烧个热水，您先洗个澡。连热水还得现烧。趁着明早有急事，你把这些花拿去卖了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将军，咱们府已经沦落到要靠卖花度日了吗？这个月的俸银就快到了，再剩几天。本来按照咱们府里正常的收支，度日是不成问题的。可将军，你一拿到俸银就……燕燕，千万记住，此事不可让旁人知道。是。将军，你说你平日如此节俭，夫人却大肆挥霍。照他这种花钱法子，金山银山也得给咱败光了吧？夫人再挥霍，花的是她自己的钱，想怎么花，她自己说了算。而且，按理来说，我也应该给她一些家用。夫人花1000金买块废铁，我都卖花了，你还要给她家用啊？卖花确实是不太够。你去菜园弄一些新鲜的蔬菜，明天顺道一起卖了。啊！这钱应该够了吧？啊！这里的日子怎么能这么无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等我呢？给。这是什么呀？给我银子干嘛呀？虽说是不多，但作为将军府的夫人，这本就是该给你的月例钱。唉，江景华，你还是不懂我。我懂。够吗？我的烦恼不是用钱可以解决的。哦。